这座安南区上悬对平地算到塔顶有8.9米，嘛是全台市第2悬的出流龙，就诞生伫溪新里的临安公园。6号伫启用仪式进前，先邀请海东国小6年级学生来体验，大家一直讲做刺激甚至可怕，不过阁想要算第2摆。很可怕。往下来就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就好像看到一个，好像跟着一个龙在下去的感觉。会不会想再玩第2次？会还蛮想再体验一次刺激感。开始就平平的，然后后来就感觉突然有一种坠楼的感觉。对，然后下来的时候就是看到大家在外面，感觉还挺好玩的。市府努力地一里至特色公园的建设目标，争取中央经费开700万，将原本老旧的7套米改头换面，而且经过公民参与所打造的，确实真无共款，嘛引下地方一致的认同。除了有超悬的出流龙，也有半球形的攀爬者等趣味丰富的游乐设施。同时，整个公园佮用力在地沙巴鱼的鱼产意象，透过空中翕相的角度，竟看出坡边有乌面腊八造景，水干100度。整体看起来美得像一幅画哈。我们所谓地垫的彩绘，我们有包含在地的特色，我们黑面琵鹭。那另外我们看溜滑梯跟我们的休息座椅都有虱目鱼啊哈，这个是代表我们安南区的特色。那除了这样以外呢，我想非常适合我们的3到12岁的小朋友来到这里游玩。为了让全年龄3岁到12岁囡仔拢知影来耍，其中有一条立委陈廷辉甲济议员以及安南区里长差不多拢招到共同来见证。3、2、1，请剪彩！热情的掌声。那从去年113年的8月22日动工到现在完工，那能够提供给周边的社区，甚至安南区其他地方的好朋友，都能够带着小孩来，假日的时候或平日的时候都可以来这边来度过亲子很快乐的时光。在我们的这整个特色公园当中，未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得更有主题性？然后要做的更有规模性，我想这个我们会跟我们的市长，然后一棒一棒的承接，把台南做得更好。全新的游戏场将成为当地民众甚至吸引外地游客热门景点。当然，公所提醒以安全为前提，6岁以下一定要有家长的陪同，欢迎大小朋友做伙来挑战。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